伫路林打广告影响到环境，台中市环保局平均每工有500个清洁队员负责贴这广告甲开单，也毋过效果嘛是无介好。今仔台中市环保局宣布讲，甲学界合作，要引进 AI 物件追踪系统，只要有人打广告单，互监视器翕到，就法度约着人来处罚。交倒摆挡伫路边，手举起来，无到30秒的时间，一张广告纸就打起去电火条。毋过对环保局清洁队员来讲，要告发违法打转行为，若毋是大日头爱伫路边埋伏，若无就是爱伫办公室看监视器看规工，实在是真辛苦。你要抓，你必须要在这边在待命，就是在边就是等他来张贴，一定要那个行为才能够告发成功。台中市环保局逐工拢爱派超过500个人去理1万张广告纸，毋过告发的成功率煞无悬，个安怎理嘛无较少。即马市府决定要甲学界合作，引进 AI 物件追踪系统，甲监视器画面连接。若有人伫路口打广告纸，时间、地点，甚至是车牌号码，这影像资料就会随传到稽查人员的电脑甲手机啊。我们透过这个物件追踪的技术，我们会去训练说什么叫做广告牌。这个影片即时的那个片段一侦到以后，我们就抓了4秒钟，即时存档，即时用 email 呢，几点几分在哪个路口发生这个状况，即时通知到相关人员的手机上。目前系统测试辨识的成功率超过90%，即马开始以3大违规的热区成处地，包括南区工学路、北屯昌平路，还有南屯的文心路。过去大部分是用来抓小偷、异物侵入。那现在我们把它用来做小广告的稽查，用这一个系统来测试哈。那目前的辨识率超过90%，超过90%。那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，我们随时会在不同的地点装设这个东西。民众违规嘛无法躲避，开单告发嘛更较有效率。环保局强调讲，若发挥压制效果，未来嘛会不三时刷动稽查来处理，互台中的街仔路袂阁看到广告纸。记者尤炳峰、王良涛，台中报道。